各位小朋友，你哋好啊！我係 Miss 花兒，你哋又叫做咩名啊？小朋友啊，想問下你哋有冇見過烏鴉？烏鴉俾你哋嘅感覺係點呢？係黑掹掹，好聰明，定係點樣呢？今日 Miss 花兒講嘅故事叫做烏鴉學水。喺故事入面，我哋會認識一隻又聰明又有毅力嘅烏鴉。你哋準備好未啊？準備好嘅話，我哋就開始啦。今日太陽好猛烈咁照住大地，天空一片藍色，草都乾晒，地面熱到好似着火咁啊！一隻又黑又亮嘅烏鴉，慢慢咁飛過呢一片好乾旱嘅土地。佢伸長條脷就話啦：啊，好熱啊，好口渴啊！小朋友啊，如果你係烏鴉，咁熱又冇水飲，你會點做呢？呢隻烏鴉飛咗好耐，見到遠處有啲閃閃發光嘅嘢喎，佢心諗呢度會唔會有水呢？於是佢加快拍翼，一步一步咁飛近。終於佢見到一個玻璃樽啊，而入面真係有水喎。於是烏鴉就想伸個頭入去啦，但係樽口太窄，樽入面嘅水得好少，根本都飲唔到。之後佢又試下用隻腳踢，但係個樽太重啦，喐都唔喐。烏鴉坐低咗，佢就喺度諗啦，唔通我真係飲唔到啲水？烏鴉喺呢個時候望下四周圍，佢見到地下上面有好多細石頭，佢突然眼前一亮。如果我將呢一啲石頭放入樽入面，水咪會升高咯。小朋友啊，你哋覺得呢一個方法得唔得呢？我哋一齊睇下先。烏鴉用個灰夾起第一粒石頭，小心翼翼咁放入樽入邊。灰又即係雀仔嘅嘴巴，水面升高咗少少啊！烏鴉好開心，佢話啦：哇，真係得㗎！於是佢就更加努力。烏鴉將一粒又一粒嘅石頭慢慢喺地下夾到去個樽入面，不知不覺間，烏鴉已經放咗好多石頭入去啦，水面已經升到去樽口附近，仲差少少咋，我唔可以停。烏鴉喺心入面同自己打氣，佢再拎多幾粒石頭，堅持到底。終於水升到去樽口啦，烏鴉好高興咁樣飲咗一啖又一啖嘅水。烏鴉就話：啊，真係好涼快啊！佢飲飽之後，舒服到喐下佢嘅翅膀，抬起頭笑咗出嚟啊！烏鴉望住嗰個玻璃樽，心諗：原來只要用下腦諗下就可以解決問題。但係如果我好早就放棄咗嘅話，就飲唔到啲水㗎啦。最後烏鴉展開佢嘅翅膀，重新飛上天空。喺太陽光底下，佢變得閃閃發光。佢心入面充滿信心，準備迎接下一個挑戰。今日嘅故事就講完啦。不如等 Miss 花兒考下你哋有關於呢個故事嘅問題啦。第一題問題係：
點解烏鴉見到啲水，但係飲唔到呢？係啊，因為啲水喺一個樽口好窄嘅玻璃樽入面，所以烏鴉嘅灰飲唔到入面嘅水。第二題問題係，烏鴉用乜嘢方法令佢可以飲到樽入面嘅水呢？冇錯啊，佢係將地下啲小石頭夾起，再放入樽入面，令到水位升高。第三題問題係，烏鴉最後飲唔飲到啲水啊？冇錯啊，佢用咗好多嘅時間夾起一粒又一粒嘅石頭，堅持到底，最後終於令到水位升高，令到佢可以飲到水啦。第四題問題，呢個故事想教導我哋啲咩呢？冇錯啊，喺遇到困難嘅時候，我哋唔應該放棄，我哋應該諗出一啲其他嘅解決方法。最後一題問題啦，想問下小朋友，你哋有冇試過用自己嘅方法解決一個難題呢？我聽到有小朋友話試過着襪嘅時候，着咗好耐都唔成功，不過佢仍然好有耐性咁嘗試，亦都請爹哋媽咪再教多佢一次，之後佢就可以成功自己着到襪啦。另外又有小朋友話試過用積木砌屋嘅時候好容易冧，後來經過好多次嘅試驗之後，終於可以砌到一間又高又堅固嘅屋啦。小朋友，Miss Farley 都好欣賞你哋啊！原來你哋都有咁多努力嘗試嘅經驗。而家小朋友，不如跟住 Miss Farley 一齊讀一讀今日故事出現過嘅幾個詞語。你哋準備好未呢？準備好嘅話，我哋就開始啦。烏鴉，烏鴉，石頭，石頭，努力，努力，堅持，堅持，挑戰，挑戰。好欣賞各位小朋友都有跟住 Miss Farley 一齊讀。最後 Miss Farley 希望各位小朋友可以好似故事入面嘅小烏鴉咁樣，遇到困難嘅時候，可以試下諗下唔同嘅解決方法，相信我哋最後一定會成功嘅。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啦，如果鍾意 Miss Farley 今次講嘅故事，記得俾個 like、訂閱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啊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